大家早，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五，美国各大指数今天可以算是高开低走，其中呢就科技股呢就压力比较大，最主要呢Broadcom 的这个财报不是太好的，所以呢就 Nasdaq 呢今天算是第二天下跌的话，昨天呢Nasdaq 呢就联储局减利率以后呢，昨天第一天下跌，昨天呢最后 Nasdaq 是跌了60点，跌0.25%。但是呢，反而呢，昨天道琼斯还是涨的，第二天上涨646点，涨1.34%，还是做了这个收盘新高48704。然后呢，昨天 S&P 也是一样啦，涨14点，涨0.21%，但是还没有到先前它这个收盘新高。然后 Russell 2000小型股第三天上涨，昨天涨31点，涨1.21%，也是做了一个收盘新高2591。所以说明呢，最近这个市场呢，出现这个所谓这个板块的转移，把这个基金呢从这个大型的科技股转到其他的这个行业。所以来到今天的话呢，开盘大概2个小时高开低走，道琼斯曾经好的时候是涨182点，然后慢慢一直跌下去，最差的时候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大概跌320多点，大概0.6%。但是四个指数里边呢，它是比较好的表现，就是说这个 Nasdaq 呢，今天大概现在跌超过2%。所以呢，虽然前天呢联储局就减利率0.25，还有这个发出来的这个比市场预期比较温和的2026年可以降息的这个信号。现在呢，利率期货市场反映看得到了，明年1月28号开会减利率的可能性呢就24%，然后要等到3月18号再下一边开会的话呢，减利率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到50%，是起码可以减0.25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个10年公债利率呢又开始有点反弹了。前两天跌了以后，现在是报4.184，涨0.04。然后呢，就带动这个美元指数都是涨的，现在到98.475。商品方面呢，黄金今天曾经冲到4300以上，今天曾经最高是4353，然后但是现在有一点有回调下来了，是4262，跌了0.4%。它这个历史新高是在4381，是2个月之前的10月中做出来的。白银呢也是一样啦，今天曾经在冲破64块钱到64.6595这个历史新高，现在又是有所回落61.08块，反而跌了3.8%。油价有点回升，WTI 原油58块1毛1，涨0.9%。比特币方面，今天有曾经呢回到92000以上，今天最高曾经涨到92699，但是今天的波动呢挺大了，现在又回落，又变成跌破98591。个股方面呢，刚才说这个Broadcom 这个财报不是太好，代号 AVGO 大跌362块2毛7，大跌11%。好了，今天财经新闻是由华信投资顾问的 William 冯威的报道。